嚟到練習二，其實同練習一非常之似，只不過咧手同埋腳要踏嘅節奏咧就啱啱好調翻轉。隻手我哋拍一個長音，隻腳我哋就踏翻咧頭先隻手拍嘅節奏。咁而家咧，我哋試一試先踏一踏隻腳嘅節奏先。準備1、2、3，1、2、3。冇錯啦，而家我哋就試下加埋隻手喎，手加埋腳，準備1、2、3。到最後，我哋把口咧鎖埋個拍子出嚟，準備1、2、3。1、2、3。1、2、3。1、2、3。大家多啲練習啦〜